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百年拢真歹看到一届的日全食，也就是天狗假日，伫6月21夏至迄天看会到哦。若是错过，还阁等195年，即拢会等到后世人咯。这个花莲县推出着护理看日食的行程，若嘉义县是请到阿中部长甲县长做伙来拍宣传片。学生囡仔唔惊跑人，拍片咧练习，因为听讲天狗假日都要用卡路广告方式甲搬走，为着应景花莲推出护理收日式的这个行程，佮邀请未少大吉乐团来同乐。6月21要出现的日全食，若是对无着阵，后届要伫台湾看到，就要搁等195年。所以讲各县市拢会想尽办法，希望讲会使邀请大家做伙来观赏日新。日环食空摊任务完成。嘉义县长王忠良变成飞行员，带大家出任务。影片内面也有神秘的嘉宾。卡收工。阿中部长画卡了，才发现讲根本无真正伫飞，也无看得出来，大家拢真拍拼要趁这个日食带动观光。专家嘛要甲大家讲，要看日食的时，什么时机上介好？变成最漂亮的金环呢，会在下午的4点15分。专家嘛提醒讲，要看天狗假日，爱用专业的技师，像讲透过这款乌白底片来看，也是用这款尖卡方式变成一个形象。若要翕的话，会使用减光设备的相机，千万唔通直接就看日头。你若看一般乌人目镜看，安尼嘛无够，嘛唔通直接用手机啊，也是相机去翕，以免歹去。了解这个方法，才有法度，互大家安全见证这个难得一见的日全食的景象。